来，这个台北市迪化街上款，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掉实体活动，生意原来袂敢若外歹哦，也是有真侪民众走来采买年货。台北市消防局早起特别举办演习，惊讲这个瓦斯爆炸。 大火炭烧到永乐市场，消防队员紧急出动来救援，这个场面是真逼真，希望会当来强化着店家防灾应变的能力。正在沿街采买年货，樱花商圈聚集的各地。这个状况是无疑迪化街永乐市场有瓦斯桶的管线破去，大火爆炸，火有够猛，一发不可收拾。进行灭火工程。 消防队员接到消息了，赶紧出动，将火拍花处理伤患，并且要救掉入内底的人。掉入市场楼顶的民众依照指示，有所沿消防梯落来到楼骹，现场佫出动空中的摄影机飞去天顶收集情报。这是台北市消防局伫过年前办的消防演习。红牌机最主要的是用在一个避难的一个监控。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摊家要提供安全的消费场所。今年迪化街受到疫情影响，年货大街取消实体活动，业者希望讲买起会使含应柜共款。迪化街年货大街取消的话，对店家的话影响不大，帮忙店家转到那个电商平台。 迪化街生意人对咧讲提出拍一个犹太，嘛爱落实防疫工作，建立防灾观念，教导好消费者买了的安心。